你晚上好哦，早上好哦，大家好。哦，人家不要转过来。大家晚上好，没靠背啊。大家早上好，来先分享，好不好？先帮我分享一下。这有鬼，你要开讲的有鬼，上讲有鬼的。谁说有鬼的？去西人啊！先分享，会不会分享？来，先公开分享，大家早上好。都印了我的拳头，你们有没有眼光？你们会不会欣赏美女？你们会欣赏美女吗？听无啦？为了这条，手电脑这条。我好久没有跳舞了呢。我已经本来做了跳舞啊，应该。你们是都不用工作吗？七早八早，一堆人你来看，拢免这帮过来啊。线断线哦，断线。我重新分享一下不？再帮我重新分享一下好不好？断线呢？分享一下啦。
断线啦，帮我重新分享啦。头发稍微整理一下哦，蛋花姐，我整理一下。哦，没有整理头发不能出去哦。走，带你们去买饮料好了。他们真正要买，给我歹势，处理拢捌的，出去的处理拢捌的，这样出去亲戚人家都人家都认识的，那靠背用笑的，来笑一笑，看一下。啊，你的这个头发已经已经不好了。会被抓走，被谁抓？我没有漏点，都被谁抓？我穿这样没有漏点哦，哈。不知道会不会被打哦？不可能啊！在我们庄如果被打，那就该喝酒啊，对不对？在我们在自己的庄如果被打，用球呢？7月不要出来吓人了，安喏，真的假？头发梳一下，这个不能梳了，这个头发要换了。这头毛已经乱去啊，哦，不能再梳了啊！靠北，你开灯个门开落来，要当我笑啦！妈呀，等下啊！你是惊人唔知影的啦！你看咯，好危险！鸡巴，等一下穿这样，等一下不然买饮料不会被打欸。不是啊，不是被打啊。带你落摆落车啊，带到休息啊。上落呀？你落啊？为什么我落去？看俩，你落就好，我拿休息。啊，你落去，我莫落去袂哦。啊，你咧帮我举手机还是后壁人较早咧直播，我较袂晓休息啊。我坐你听，无要紧，我摆落。你落来，人也毋捌你啊。无来啊。人也捌你。我当休息啊。我安尼我嘛不爱载你过，阮爸都加忝的。到别人会知我咧直播你是。惊啥？恁爸就敢落去啊！你惊啥笑啊？干你啊！操死啦！小事啊，小人你啊，遮人就毋捌你，人捌我你是。我等一下可能，我来讲，我等一下可能要去那个理发店理发一下，我要去那个理发店整理头毛。我要去理发店整理头毛。我要去剪个，我等下去理发店剪个旁分，然后剪旁分，我要去那个我要去烫那个卷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是卷发的概念吗？
高。等一下我挤一下，我看乳沟挤的挤不。停呀，迄个一个空地啊。呀，大停啊，这道都要头前啊，这道都要头前啊。行。哎，我手机，你讲过。没卖欢乐，卖欢乐，遮无人捌二人多捌我尔吼，你免烦恼。一包够啊？无啊，买一杯就好，卖买伤侪杯，伤侪杯足久的。看来我把脚过要对了。我长得漂不漂亮？你打我啥无？我咧专门来看啊。你叫啥？你叫什么样啊？哎，我有没有漂亮？有。我奶很大，10钱啊。啊，你叫一杯尔呀？我买你啊。我喝啊。看个杯。谢谢哦，谢谢，对啊。好啊，咖喱烧啊，马小小。干了够小小，真这样样。你也休息啊？你啊，全部去给我看干。那个旁边的人一直看我呢，那个有旁边2个女生一直看我呢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应该我没看过别的。没有啊，因为如果你有看到不？旁边有2个女生走过去，可是她们没有我的漂亮，所以我就瞄了一下就走了。哦，因为我比较美。他小路的哦。你几摆冲我笑啦！哎，喷射烫机干你啊！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，我骂脏话，没消瓦固哦，等一下就消完了。哎，你们看，我是嘟嘴比较可爱吗？还是这样？哎，对不呀？对不呀？免开入去，开入去弄啊！看到他如何？增加了啊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肩带掉了。哦，你们不要偷看哦。哎，2个哦，可以觉得。啊！穿这样去探险哦，我跟你讲，点改穿安尼去探险，他妈我跟差点被警察抓去呢。
惨嘛，干你的头发那个定期的。点解请安尼去探险，他们有警察抓对不对？人家那个警察说我们偷收内裤啊，然后差点被抓去。然后还好我们去到那边哦，公共去到警察局说一说才放我们出来。好啦，来啦，正经的啦哦，认真一下。来认真听我讲几句啊，好无？认真我两个呢。认真的听我说2句话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听我讲2句好不？哦，有人要变的无？因为我把这里清掉了啊，我要把它清掉啊。这2天的大雨对不？我的直播室被水淹了，我想讲要把它清的，便宜，凊彩白白。然后我要把直播室再征用啊。我手机啊，我手机啊。很会卡没卡哦，我说认真的啊，哦，娱乐哦，这个事情娱乐已经过了，我真哦，因为我互恁看一下好啊，我讲真的啊，我无甲恁好笑啊，我让恁看，应该看哦，落大雨淹水。哦，淹到里面整个都是。啊，前天内底规淹水啊！前天哦，里面整个淹水了。我都免困哦，没啊。现在不用了。哦，前2-3天，哦，前2-3天这里面整个淹水了。哦啊，经过昨天下大雨，这嘛规淹水啊。哦啊，所以我要把这物件全部清掉啊！哦，便宜全部清一清了啊，然后我要把里面用一用，袂拢落雨拢淹水。哦，我来开一个福箱啦，开一个福箱好不好？就1000的，然后你们加，然后东西一定超过。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清好了就对啊。哦，今天清完可能要到下礼拜用好才回来这里卖了，没有了，因为人家来这种淹水，真的，整个从那个雨落，雨落伤大呀，连那厝顶嘛落地雨啊，规个厝顶拢湿去，好不？顶一届应该有人买过我的福箱吧？上次有买过福箱的有伫内底无？规个拢物超所值，拢超过哦，你买500买1000，全部超过那个量啊！我不敢好笑。已经有人在听我讲话无啊？哦，我是真的认真想要甲这清好了，因为这真正落雨，规个淹水，然后我就全部便宜出清。我卖讲我甲你好笑，这张啊，这是昨天的。哦，昨天淹到里面整个都是，内底这规拢干了伊啊，这个没有好好来整理袂当。啊，我今仔直接卖了，我今天在这里卖完，可能要到下个礼拜，不知道礼拜什么时候还会再回来这里卖，因为我有请人家来用了。哦，上次有加过福箱的都知道，绝对你加1000绝对超过1000，加500绝对超过500。物超所值，不敢好笑。
然后今天一样，起来。今天一样，哦，我们也是开放福箱啊。哎，内容有什么？哦，这改的不见啊。上一次有让你们说不要什么，啊，这改的不见啊，这改我随机装啊，绝对超过1000。哦，你们收到东西一定，你们觉得一定物超所值。南部下好雨嘛，热就大的，下到我里面都淹水了，可不够多吗？那真正热到我内底饮水我无该好笑啊！我长得很像港星林作栋，一起上啊！来啦啊！哦，家里厝有囡仔的啦，哦，有喜欢吃零食的，好不？我们用福箱一盖1000块，啊，真的一定超过那个价值，我不敢好笑，我只是要甲物件签好了，因为内底真正淹水，好不？要的帮我打01加数量，哦，加1就是1000，加2就是2000，看你要加偌济好不？基隆今较热吼，我们家昨半暝就热啊，然后现在又在下了，好像人妖，我不会聊天呐、啊，这边人妖，要的帮我打01加1或01加2，哦，要1000帮我打01加1。哦，啊要2000帮我打01加2，好不好？你是住潮州还是东港？我住东港啊。这是什么衣服？这是我的睡衣啊。这是我伫厝咧困的睡衣啊。来啦啊！有没有人要了？帮我打01加1，反正我今天就是要把，哦，不管我追，不管多少，我就是要把这里清完就对了。这样物件，哦，把它清完，因为，哦，全部的东西我就是要把它要改清好了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可自取嘛，可以啊，反正会多不会少啊，饼干你们收到会多不会少啊，好不好？